呢個時候呢，我想你做一個小小嘅動作，就係起立一下，同你周圍嘅講神愛你，好開心見到你，因為我哋都係神嘅家人，所以我哋要喺神主入邊得到呢個喜樂。呢個係我哋嘅首餐主日，你哋預備好未？你感謝上帝冇啊？你哋預備好未？你有敬拜我哋上帝冇啊？係預備好嘅話，我哋預備我哋嘅心，以方言嘅方式嚟預備我哋嘅心。單單仰望神，因為我哋嘅神為我哋釘喺十字架上，係配得我哋嘅讚美，係配得我哋一切嘅讚美。哈利路亞！西基亞達拉媽媽媽媽媽西利亞薩達拉媽媽媽薩達，西基亞達拉爸爸爸卡拉媽媽媽西，西基亞達拉媽媽媽西利亞薩達，西基亞達拉媽媽西利亞薩達拉媽媽薩達，西基亞達拉媽媽媽媽西利亞薩達。Oh, Rama Siri Sadi, Rama Siri Rama Sadi， 一切嘅重擔，一切嘅問題，我哋放喺一邊先。我哋單單仰望神，因為喺神眼裏呢啲都唔係一切嘅問題。Siki Yanda Rama Mama Siri Sanda Rama Mama Siri Sadi， So Rama Mama Siri Sanda Rama Mama Siri Yandi，Oh Rama Mama Siki Yanda。Sikia dara mama siri sadara mama ko, oh rama siri sadara mama mama siri sadara mama siri sade, sikia dara makara mama siri sada, sikia dara mama siri sada, sikia dara mama siri sadara mama siri, sikia dara mama siri sadara maso, oh rama siri sadara masade. Sikianda Rama Shiri Sada, oh Rama Sikianda Rama Masada Rama Masada, Sikianda Rama Shiri Sade, Sikianda Rama Makara Masada, Sikianda Rama Shiri Sade, oh Rama Shiri Sada Rama Shiri Sade。Sikianda Rama Shiri Sado， 弟兄姊妹，我哋以感謝嘅心嚟敬拜上帝，我哋以感謝嘅心嚟到神嘅面前，因為神已經為我哋擺脫一切嘅問題，因為神已經救贖咗我哋嘅生命。Sikianda Rama Mama Shiri Sada Rama Karama Yada， Sikianda Rama Mama Shiri Sade， 主耶穌，我們歡迎你，主耶穌，我們大君王，我們歡迎你。Sikianda Rama Mama Shiri Sada Rama Mama Shiri Sade，Sikianda Rama Mama Shiri Sada， 主啊，我們宣告，主啊，你就要降臨在這裡，主啊，當我們的謙卑，當我們的渴望的來到你面前的時候，上帝你就必定彰顯你正在我們當中。主啊，我們在今天的下午裡面，主啊，我們宣告，主啊，你的靈，你的愛在這澆灌在這個地方。主啊，願你聖潔的靈在這澆灌這個地方，好讓我們在這敬拜裡面，主啊，我們能感受你的同在，感受你的愛。主啊，我們再一次來敬拜，我們再一次來宣告。西利亞薩達拉媽媽媽媽西利亞薩利，西利亞薩達拉媽媽媽西利亞薩達拉媽薩達。Sikianda Rama Karama Karama Sada Rama Ko， Shiri Sada Rama Shiri Sade， 主啊，我們一切榮耀、一切的權柄都歸於你，一切的權柄、一切榮耀都歸於這個高配的羔羊的真神的主。Shiri Rama Karama Karama Shiri Sada Rama Karama Yade， Rama Shiri Sada Rama Mama Shiri Sade，Sikianda Rama Karama Sada Rama Shiri。Sikianda Rama Karama Yanda Rama So，Sikianda Rama Karama Sada Rama Ke， Rama Mama Shiri Sada Rama Mama Mama Sada Rama Karama Yande，Sikianda Rama Shiri Sada Rama Karama Yando，Sikianda Rama Shiri Sade，
是的，耶稣主啊，我们就在这里。是的，耶稣，我们就在这里。主啊，我们祈求主啊，你的同在要双倍的降临在我们当中。主啊，当我们谦卑、主啊渴慕的心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宣扬你的名的时候，主啊，你的名就要被高举，你的名就要被高举，因为你的名是大有能力的名。主啊，今天下午里面，主啊，我们宣告，主啊，拿起你的名，拿起你的名来敬拜。主啊，因为耶稣的名，主啊，已经胜过了这世界，因为这耶稣的名已经胜过一切的问题，因为耶稣的名一直胜过了一切的黑暗的仇敌。主啊，我们宣告你的名是配的赞美的名。主啊，我们再次要荣耀你的名。主啊，我们在这里，主啊，我们就在这里。主啊，求你悦纳我们的心啊，主啊，我们在这里，主啊，我们一切的所有权柄都归你，主啊，我们要使用你的名来宣扬，主啊，你的大爱，主啊，我们要用你的名，主啊，宣扬，主啊，你就是这世界的救主，主啊，我们要用你的名宣扬，主啊，你就是世界全能的真神，主啊，我们在这里，主啊，我们就在这里，主啊，我们把今天下午，主啊，我们都完完全全交在手中，主啊，我们渴慕，主啊，我们渴慕，主啊，我们要看见，主啊，我们看见你的奇妙作为，我们看见你话语的降下，我们要看见圣灵在这里充满在我们当中，主啊，好让这个会所充满敬拜你的声音，主啊，我们宣告，主啊，唯有你配的，唯有你配的，唯有你的名被高举，唯有你配的，主啊，一切的荣耀权柄都归于你，主啊，我们祷告祈求谦卑，是奉主耶稣得胜名求祷告，阿门。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带着喜乐心、喜乐的灵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来感谢他，因为神是真的神，神是无所不能神。主啊，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宣告你的名字，主啊，宣告来敬拜我们的真神，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来拍手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哈利路亚！所赐奇妙大爱，主啊，我们宣扬你的大能作为，你伟大作为，世上无人能相比。主啊，我们宣扬你的大爱，你心是的爱，唯有耶稣坚固我一切所需。我们高声宣扬，我高声宣扬，唯有耶稣是救主。让我们重新来唱，无人能形容耶稣，无人能形容。是的，耶稣，你的作为何等奇妙可畏，自己一所妙大爱，你伟大作为，世上无人能相比。耶稣，我们以你的爱宣扬，你是世的爱，眷顾我一切所需。我高声宣扬，唯有耶稣是救主。让我们来高声来大声的敬拜，你是全能神，荣耀的救主，在宝座上你统管万有。你是全能神，你是全能神，荣耀的君王，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你是全能神，你是全能神，荣耀的救主，在宝座上你统管万有。我们高举我们耶稣，你是全能神，荣耀的君王，昨日今日一直到
永远，一直到永远。是的，耶稣，无人能形容你所赐奇妙大爱，你伟大，你伟大作为，世上无人能相比。你是信实的神，你信实的爱，我们拿信心来领取，顾我一切所需，我高声宣扬，让我们去高举我们耶稣，唯有耶稣是救主，你是全能神，荣耀的救主，在宝座上你统管万有，你是全能神，能神，荣耀的君王，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你是全能神，荣耀的救主，在宝座上你统管万有，你是全能神，能神，荣耀的君王，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到今日到昨日你都是全能的神，主啊，你是永不改变的神，主啊，你在以前到现在都未曾改变了，主啊，你一样是以你的爱来宣扬，跟这世界宣扬，无论这个世界带来的就是没有盼望，带来的是负面的时候，上帝你依然是用着你的爱来宣扬，主啊，这个世界需要你，这世界的人需要你，主啊，我们都需要你，主啊，因为我们是你的孩子，主啊，当孩子来到父的面前的时候，父就必定成就，主啊，你的旨意，主啊，我们需要你，是的，耶稣，主啊，让我们看见，主啊，在敬拜里面让我们看见，主啊，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主啊，你是一个何等爱我们的一位神，主啊，当我们宣扬那些字的时候，主啊，我们凭信心的领受，主啊，因为这些就是你的应许，主啊，你的应许为永不改变，主啊，当儿转向父亲的时候，主啊，这个就是一个回转，一个更新，一个恢复了，主啊，我们需要你，主啊，我们需要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来敬拜你的主。我们等候主，不住寻求你面，昼夜的祷告，为这时代呼求，侧耳来垂听，谦卑悔改声音，愿救赎和医治领导这地。主，我们等候你，我们等候主，不住寻求你面，昼夜的祷告，为这时代呼求，侧耳来垂听，谦卑悔改声音，愿救赎和医治领到这里。让我看见了耶稣，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围绕
神灵如风地吹进每个骨感的心灵，我们灵魂再次地苏醒。耶稣，这个就是我们的祷告，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何以敬拜你。主啊，求你恢复我们，主啊，求你恢复我们来爱你的心。我们等候主，无足寻求你面，昼夜的祷告，为这时代呼求，这来水滴，谦卑悔改神意，愿救赎和医治临到这地。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在围绕，充满在这地。神灵如风地吹进每个骨感的心灵，我们灵魂再次地苏醒。主啊，求你彰显你的荣耀就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渴望，主啊，我们渴望看见、听见你的声音。主啊，我们谦卑的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呼求，主啊，求你降临就在我们当中。主啊，愿你的爱充满我们，充满我们的心，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何以敬拜你。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里。主啊，你的生命，主啊，继续的充满，继续的流入在我们的心里，骨感的心里，我们灵魂再次的苏醒。我们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何以敬拜你。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不停地叩门，不停地寻求，天上的门为我们打开。主啊，请你打开那个天上的门，不停地祷告，不停地呼喊，呼求复兴临到这时代。主啊，我们来叩门，我们在叩门，我们在寻求，天上的门为我们打开。我们在祷告，主我们呼喊，我们在呼喊，呼求复兴临到这时代。主我们为这时代而祷告，不停地叩门，拿起你的权柄，不停地寻求，天上的门为我们打开。主啊，我们要渴望更多，不停地祷告，不停地呼喊。主啊，求你荣耀权柄彰显在这里。我们在叩门，我们在寻求，
你们为我们打开。主啊，愿我们的祷告，主啊，求你悦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呼喊，这时代要被反转，这时代要被反转，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领导这时代。主，让我们一起破平的口门，拿起你权柄，拿起你权柄，让你们为我们打开，让神的门打开，一切黑暗的离开，不停地呼喊耶稣的名，复兴领导这时代。耶稣，我们叩门，我们在叩门，我们在祈求。是的，耶稣，你的名是配有的名，你的耶稣，你的名是大有的名。主啊，当我们宣告，主啊，一切难题都不在，一切的失败都要离开，一切的谎言都要离开，一切的偷窃都要离开。这时代不停地叩门，不停地祈求，天上你们为我们打开。主啊，你听见我们的呼求的声音，不停地祷告，不停地呼喊，主求复兴领导这时代。主啊，愿你复兴转临到每个教会，临到每个时代，临到每一个人的面前。因为上帝，你要造就我们生命。主啊，当我们谦卑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上帝，你的爱再次的更新，再次的恢复。是的，耶稣，我们配，只有你配的。我们在呼喊，呼求复兴领导这时代。主啊，我们呼喊，主啊，我们呼求，主啊，我们呼求你的名，主啊，你的名是配得的名，你的名是大有你的名。西利亚啦啦啦啦啦，西利亚的，西利亚啦啦啦啦啦，西利亚啦啦啦啦，西利亚啦啦啦啦，西利亚撒的。西利亚啦啦吧啦吧吧吧吧吧，西利亚撒啦啦嘛嘛嘛，西利亚撒啦，弟兄姐妹更多呼求，向着你的问题的呼求，向着你的软弱呼求，西利亚啦啦啦啦啦吧，西利亚撒啦，因为耶稣要祝福我们，因为耶稣的恩典临到在这边，西利亚啦啦啦吧吧，西利亚撒啦啦吧谢，主啊，愿你的怜悯，愿你的怜悯释放我们，愿你的恩典释放我们，西利亚啦啦吧，西利亚的。啦吧吧吧，西利亚多，西利亚的啦吧，西利亚多，西利亚啦吧吧，西利亚啦吧，西利亚撒啦吧撒啦，西利亚啦吧吧，西利亚的，更多的祷告，更多的呼求，西利亚多啦吧吧吧吧，西利亚啦吧吧吧，西利亚啦吧，西利亚多。西利亚啦啦嘛嘛嘛嘛嘛撒啦，西利亚啦啦嘛嘛嘛嘛，西利亚啦啦嘛嘛嘛，西利亚撒啦啦吧嗦，主啊，我们呼求，西利亚啦，西利亚啦啦嘛，西利亚的，啦嘛嘛西呀啦啦嘛嘛嘛撒啦啦嘛嘛西，呼啦嘛嘛嘛西呀啦啦嘛嘛哈啦嘛呀啦，西呀啦啦嘛嘛嘛苏，西呀啦啦嘛撒啦，哦，耶稣，求你聆听我们的祷告。
西里山代，西里山的拉巴巴巴巴巴巴，西里山的拉巴巴巴山代，怎麼宣告被擄的要得着釋放？被擄的要得着釋放，西里山的拉巴巴巴巴巴山代，被擄嘅要得着釋放。神嘅靈在哪裏，哪裏就有自由。我哋宣告被擄嘅要得着釋放。西里山的拉媽媽媽媽媽山的，因的拉媽媽媽媽媽媽西里山的，因的拉巴西的拉巴西，西的拉媽媽基山的拉媽媽媽媽媽媽媽蘇，因的拉媽基山的，西的拉媽媽媽媽媽西里山的，釋放我們，釋放我們，奉耶穌之名，釋放我們，奉耶穌基督嘅名，我哋捆綁一切仇敵嘅作為，仇敵擄住我哋嘅，綁住我哋嘅，捆綁我哋一切嘅事情嘅，我哋奉主嘅名，被擄嘅今日要得着釋放，被擄嘅要得着釋放。主啊，我哋宣告，我哋在地上捆綁嘅，主啊，同樣你喺天上與我哋同工，你在天上為我哋捆綁一切黑暗嘅勢力。上帝，我哋奉主嘅名，我哋在地上宣告要被釋放嘅。上帝喺天上，你與我哋同工，要嚟到釋放上帝嘅一切嘅作為。所以主，我哋宣告嘅，被擄要得着釋放。無論今日喺我哋嘅生命裏邊有啲乜嘢，我哋受住嗰個捆綁嘅，受住嗰個壓制嘅，無論係軟弱，無論係罪或者一啲嘅人，我哋奉主耶穌基督嘅名，主啊，我哋要擊破佢。主啊，我哋宣告今日被擄嘅，今日被擄嘅要得着嗰個釋放，要得着嗰個醫治。上帝，我哋宣告，主啊，你嘅靈在哪裏，哪裏就得自由。上帝，我哋宣告，我哋係得自由嘅。主，我哋宣告，凡係被擄嘅，今日要得着呢個釋放，係因為耶穌基督你在十字架上，你所成就嘅工作已經釋放了我哋。主啊，你已經釋放我哋，使我哋可以享受上帝你賜俾我哋嘅自由。係噶，弟兄姊妹，今日喺你嘅生命裏邊有啲乜嘢係困鎖住你嘅，困鎖住你嘅，綁住你嘅，箍住你嘅嘢，今日你要宣告被擄嘅要得着釋放。我宣告被擄嘅要得着釋放。係噶，你奉主個名，你要宣告被擄嘅要得着釋放。呢個係上帝俾我哋嘅應許，呢個係上帝俾我哋嘅話語。被擄嘅要得着釋放。係噶，用呢段時間裏邊，為你嘅生命嚟到祈禱，為你嘅生命嚟到祈禱，為你嘅生命嚟到祈禱。係噶，捆綁一啲作為，捆綁佢哋，捆綁受你嘅工作，捆綁魔鬼嘅工作，佢唔可以綁住你。佢冇權勢綁住你，係噶，主，我哋宣告被擄嘅要得釋放，被擄嘅要得釋放。主啊，啟示佢哋，主啟示佢哋，主啟示佢哋，主啟示佢哋。喺家庭上，喺家庭上有啲乜嘢被困鎖住嘅關係，有啲乜嘢被鎖住你嘅，有啲乜嘢鎖住你嘅，宣告佢。打破佢，釋放。上帝，我哋宣告關係被擄嘅關係要經歷一個嘅釋放，突破唔到嘅嘢要經歷一個釋放。西里山的拉媽媽媽，西里山的，西里山的拉媽媽媽媽媽，西里山的拉媽媽山，希格拉媽媽媽媽，西里山的拉媽媽媽山的，希德拉媽媽西的拉媽媽西，希德拉媽西的拉媽西的拉媽西。Sane Rama Shida Rama Maso Ela Rama Kieseye Shida Rama Soda Rama Sena Rama Se Shida Rama Kiesade Rama Sonai Ela Rama Kieso Shida Rama Kiesade Esande哦，是耶稣，是的，主啊，释放你的作为，主啊，释放你的能力，主啊，释放你的医治，主啊，释放你的恢复。哦，是的，主啊，释放你的工作在我们的当中。哦，沙拉拉巴巴苏，西拉拉巴塞，哦拉巴塞耶塞。自由，哦。
巴塞，哦，我已得着自由。主，我哋多謝你嘅作為喺我哋嘅當中。主，我哋多謝你嘅作為喺我哋嘅當中。主，我哋宣告，所有喺我哋生命裏邊困鎖住我哋嘅、壓制我哋嘅事情，凡係一切被擄嘅事情，主，我哋宣告，我們已經得着嗰個自由，我們已經得着嗰個自由，因為耶穌，你使到我哋得勝。係嘅，主，我哋多謝讚美你，主，我哋多謝讚美你，你嘅呢個作為喺我哋嘅當中，多謝主耶穌，多謝你主耶穌，多謝你主耶穌。係嘅，今日我哋可以嚟到得着嗰個自由，係因為耶穌已經戰勝一切。所以讓我哋喺今天下晝裏邊，我哋帶着呢個感恩嘅心嚟到神嘅面前，嚟到一同嘅嚟到紀念主嘅聖餐，嚟到紀念佢在十字架上為我哋所成就嘅一切。今日佢賜下嗰個能力，賜下嗰個權柄喺你嘅身上，凡你奉佢嘅名嚟到捆綁一切嘅，在天上都要為你捆綁。你在地上所釋放一切嘅，上帝都要在天上為你嚟到釋放。讓我哋今日帶着呢個感恩嘅心嚟到再唱呢首詩歌嘅時候，我哋多謝聖靈嗰個工作喺我哋嗰個心中，嚟到轉化我哋，嚟到醫治我哋。从天上
接近和私语，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笑容，要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是这，使我勇敢的心意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定恒手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定恒手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荣华我，深深的我，好愿我，深深的使命占有我，深深的灵引领我，深深的爱融化我，深深的火熬炼我，深深的使命占有我，深深的灵引领我，深深的爱融化我，深深的火熬炼我，深深的使命占有我，深深的灵引领我，定恒手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定恒手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主啊，我哋今日嚟到你嘅面前，睇萬事好似小事一樣，喺你嘅挑戰裏邊，你而家面對嘅處境裏邊，呢啲就係我哋嘅萬事。
我哋生命裏邊有好多大大小小唔同嘅挑戰，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唔同嘅挑戰。但係今日你點樣可以睇萬事呢啲挑戰當係好似小事一個過程咁樣？係因為耶穌佢已經喺十字架上得勝，所以今日你可以靠住去俾你嘅恩典，你仍然可以喺你嘅挑戰裏邊站立得穩，唔會動搖，唔會喪志，唔會放棄。就算艱難挑戰，你都唔會放棄，因為有耶穌基督嘅恩典，使到你可以剛強嘅嚟到站立。所以今日喺下晝裏邊，你要感恩上帝個恩典喺你生命裏邊。好多嘅挑戰，如果唔係因為有神嘅恩典，今日我哋冇辦法站立得穩，係因為佢已經得勝。今日同樣佢都使到你可以勝過你嘅艱難，或者對於你嚟講，你而家未勝過，你未衝破，但係神今日要嚟到安慰你，你靠住去俾你嘅恩典，你可以站立得穩。對你嚟講，呢啲嘅萬事係一個小事，因為喺神嘅眼中，冇一個嘅問題係大到佢冇辦法為你擺平嘅。冇一個嘅艱難挑戰係佢冇辦法為你擺平，佢要上十字架咁艱難嘅一個使命，佢都願意捨棄佢自己嘅生命為你死在十字架上。冇一樣嘢佢係唔會為你做，佢已經成就了一切。今日你靠住上帝恩典，你要站立得穩，你要捉緊上帝俾你嘅恩典，你先正可以站立得穩。你先正可以睇萬事呢啲嘅挑戰，你睇佢好似好小嘅事，因為耶穌嘅恩典幫助你跨勝一切。讓我哋喺今天下晝裏邊，我哋守主嘅聖餐嘅時候，我哋嚟到帶住呢個感恩嘅心，我哋感謝神賜下我哋呢個恩典。佢賜嘅恩典，使到我哋可以剛強站立得穩。當你攞到呢個杯同埋呢個餅嘅時候，我哋感恩耶穌嘅恩典，佢嘅作為，今日白白俾咗你，讓你有恩典可以勝過一切。同埋當你攞到呢個杯同埋呢個餅嘅時候，讓我哋嚟到為着我哋嘅生命。有啲乜嘢我哋需要嚟到神嘅面前謙卑認罪悔改嘅，嚟到神嘅面前。
主耶穌基督被賣的那一夜，係攞起餅嚟向天祝謝擘開說：這是我為你所捨嘅身體。主，我哋多謝你嘅愛，多謝你嘅犧牲。同樣你睇你嘅犧牲好似小事一樣，呢啲嘅災難，呢啲嘅苦難，你睇為小事一樣，喺嗰個過程。上帝，我哋呼求你幫助我哋，改變我哋嘅心態，仲有讓我哋今日可以靠住主耶穌基督你賜下嘅呢個恩典，使到我哋可以喺我哋嘅環境裏邊，我哋站立得穩，我哋唔會倒退，我哋唔會失望，我哋唔會喪志，我哋唔會放棄，我哋唔會質疑你。相反，主你俾我呢個恩典，我知道呢個恩典可以幫助我嚟到跨越我而家面對緊嘅呢啲嘅困難，呢啲困境。主，我多謝你十字架上為我成就，多謝你為我所受嘅每一痕嘅鞭傷。你要俾我哋知道，你係明白我哋嘅困境，你明白我哋心靈裏邊嗰個掙扎，你明白我哋而家面對緊啲乜嘢。所以主，我哋多謝你，你都已經成就了一切，讓我哋一齊紀念主嘅身體呢個餅。飯後主，我攞起呢個杯嚟，呢個杯預表着耶穌基督嘅寶血。主，我哋多謝你嘅寶血，為我哋立下呢個新約，賜下呢個能力。呢個能力係可以跨勝一切嘅能力，呢個能力係賜俾我哋可以勝過一切嘅艱難嘅呢種嘅能力。主，我哋多謝你所賜下呢個能力。主，今日無論我哋嘅挑戰艱難對於我哋嚟講有幾大，但係上帝，今日我哋嘅信心要放在你嘅裏邊。對你嚟講，呢個只係一個小事，呢個係一個過程。但係上帝，我哋宣告，讓你嘅呢個恩典嚟到臨到在我哋每個弟兄姊妹嘅身上。主，今日我哋重新將我哋嘅信心建立響神啊你嘅裏邊，建立響耶穌基督你嘅十架上，因為你已經戰勝了一切。所以主，我哋相信，主啊，我哋同樣借着你俾我哋嘅呢個能力，一個得勝嘅能力，我哋同樣可以戰勝，可以跨越我哋而家嘅一個嘅難關，一個嘅挑戰喺我哋嘅生命裏邊。主，我哋今日同心嘅嚟到守主你嘅聖餐，直等到耶穌基督你再嚟為止。主，我哋多謝你，讓我哋一齊守主嘅杯，讓我哋一齊做個禱告。全能天父主，我哋多謝讚美你。願喺今天下晝裏邊，你繼續嘅向我哋每個弟兄姊妹嘅生命嚟到說話。尤其是你要俾我哋知道關乎呢個天國嘅權柄。上帝，因為我哋需要呢樣嘢喺地上，我哋知道有了呢個權柄，我哋喺任何嘅艱難挑戰嘅裏邊，上帝，我哋可以靠着你得勝有餘。多謝你主耶穌向我哋嘅生命說話，奉耶穌基督得勝嘅名禱告，Amen Amen。好，大家清楚。弟兄姊妹們，歡迎大家嚟到怡寶讚美堂，歡迎大家嚟到當中啊！哈利路亞！好，我哋今日站立起嚟，向我哋身邊嘅所有嘅弟兄姊妹們，前邊後邊嘅打個招呼，同佢宣告：神與你同在。Amen。哈利路亞！哈利路亞！感謝主。
跟住落嚟仍然帶着敬拜嘅心進入下一個環節，就係奉獻啦。大家可以睇到宣上有我哋嘅呢一個銀行戶口號碼同詳情。如果你係有轉帳嘅，將你轉帳嘅詳情 screenshot 俾阿 Ivy 姊妹啊，好讓我哋做記錄。好，我哋一齊嚟讀神嘅話語，出埃及記25章1至2節，我哋一齊讀1、2、3。耶和華曉諭摩西說：你告訴以色列人，當為我送禮物來，凡甘心樂意的，你們就可以收下歸我。Amen。感謝父神嘅允許，使我哋能夠將我哋甘心樂意嘅禮物，我哋嘅獻上呢個奉獻，獻上佢嘅家，佢會悅納我哋所獻上嘅。所以大家都準備嘛？我為我哋所獻上嘅嚟做禱告。親阿爸父神，滿心感謝你嚟到你嘅施恩寶座前，感謝你父神，感謝你嘅愛，你嘅愛比天高，比海深。你嘅愛賜給我哋，讓我哋大大嘅領受，白白嘅領受。更重要嘅，你賜給我哋嘅係地上不能衡量嘅，就係那永恆嘅生命。這個福音在我哋生命之中將會持續嘅傳揚出去，因為我哋每個人都為你嘅福音作見證。我哋感恩，所以我哋獻上我哋手頭上嘅奉獻，你悅納，好讓你嘅家在地上嘅家繼續傳揚你嘅福音。滿心感恩，感謝你父神，祝福這些所有獻上嘅弟兄姊妹們，讓我哋每一個繼續在你嘅話語中成長，在你嘅話語中站立得穩。滿心感恩，我哋齊聲祈禱，奉主耶穌得勝名字 Amen。 好，在收奉獻同時，我哋有些少家信啊。首先嘅，我哋感謝主，係關於我哋嘅禱告會，啱啱嘅呢一個通宵禱告會，我哋總共有57人嚟到當中啊！哈利路亞！感謝主啊！為自己感恩嘅就係在呢57人當中，大家都有在呢個相信在禱告會之中有大大嘅領受啊！陣間我哋聚會過後啊，你向大家一齊嚟分享你嘅見證啊！好，但係就係繼續落嚟呢，亦都有我哋嘅禱告會，晚上8點鐘喺怡保讚美堂。於是，我哋當晚呢係仍然係8點鐘，即係5月7號8點鐘晚上進行。喺呢度當中，喺呢度大堂進行，因為我哋咪一齊係一個聯合禱告會嘅，就係英文與華文一齊嚟禱告嘅，嗬！鼓勵大家嚟到當中，為自己、為國家更加重要嘅嚟見證神嘅大能。好，跟住落嚟呢，就係呢個5月11號啦，呢個特別嘅日子，我哋嚟要感恩，尤其是我哋嘅媽媽。在我哋當中做媽媽嘅，或者你有當中有現在有媽媽嘅，做開婆婆奶奶嘅，仲我哋就特別在呢個日子入邊慶祝，感謝你所獻上嘅一切，為兒女所獻上嘅一切，亦都可以邀請你嘅朋友當中做爸爸做媽媽嘅，在當中邀請佢哋當中一齊嚟參與呢個慶典啊！喺於是怡保讚美堂下午2點，跟住落嚟有呢個培靈會，就有官文豪總監會嘅團隊嚟到當中，喺5月17號星期六晚上7點半，地點就係於樹。跟住落嚟呢，就有公開所有會友，呼籲大家一齊嚟出席啊！當晚一齊嚟出席呢個培靈會。我哋知道我哋嘅好特別，我哋身為一個基督徒，我哋嘅生命就我哋好注重我哋嘅屬靈嘅生命。在呢個培靈會當中，我相信你嚟到當中一齊嚟參與，大家都一定得着嘅。5月17號星期六晚上7點半，寫落嚟，記得當晚一齊嚟參與。跟住落嚟喺5月18號之第2日咧，有我哋林志勇牧師做我哋嘅講員喺於樹下午2點嚟做作為我哋嘅講員嚟到當中。跟住同一日喺下午4點半就有呢一個敬拜團培訓，由呢個
點社區中心敬拜團帶領嘅，呢個一個培訓嚟嘅。呢個呢係公開俾所有嘅敬拜團敬拜團嚟參與嘅，所以敬拜團一定要一齊嚟，一定要參與呢度當中做所有當中需要出席。注意5月18號4點半喺怡寶讚美堂呢處。散會後呢，請大家不要急急腳離開，因為我哋喺課室有準備一隻茶點，一齊嚟到團契嚟招待大家一齊嚟分享，尤其是一個我哋啱啱經歷嘅嘢，我係同大家弟兄姊妹們一齊分享，鼓勵大家。跟住落嚟呢，我哋要最重要，今日我哋要聆聽神嘅話語，好重要嘅話語。所以呢，你所有會發出聲音嘅電話會發出聲音嘅，請暫時閂起靜音，熄咗佢，或者係轉去靜音，不要去打擾自己，更重要不要打擾我哋旁邊嘅弟兄姊妹去聆聽神嘅話語。呢個時候呢，我熱烈掌聲歡迎我哋 Pastor Swiss 為我哋今日正讀。好多謝Cedric弟兄，好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好感謝主嘅喺過去嘅上一個星期三啦我哋有嗰個嘅通宵禱告會，咁我哋有啲弟兄姊妹啦，有經歷有啲經歷，咁在我哋當中嘅都有啱啱信主冇幾耐嘅，啱啱拆偶像冇幾耐嘅，都嚟到我哋當中嚟到同我哋一齊嚟到有呢個通宵禱告會喺我哋嘅裏邊。嗱，咁喺我未正式分享嘅時候呢，咁上個星期我哋講到關於天國嘅權柄嘅，我哋講到關於天國嘅權柄。咁喺上個星期裏邊呢，嘅挑戰都幾大，哇！做咩呢個字有啲唔一樣嘅？咁上個星期呢，我哋面對嗰個嘅屬靈嘅爭戰都好大嘅。發生咩事呢？咁有啲人嚟冇去植堂啊。咁喺植堂嗰度呢，其實發生咗咩事呢？我哋準時10點開始聚會嘅時候呢，好準時嘅，boom 一聲冇電。我哋要開始敬拜嘅時候，佢 boom 一聲就冇電。咁我哋呢就轉一轉石丁雖然冇電，但係攔阻唔到我哋敬拜神嘅。咁我哋就圍一個圓圈啦，然之後我哋又開始方言祈禱，然之後呢，我哋就一齊要敬拜啦。咁我哋唱第一句神的子民，突然間又有晒電喎，又有翻電。咁 OK 好，我哋又重新又再 set 過，又再預備我哋嘅心嚟到去敬拜神。所以有嘅時候有呢啲咁嘅情況裏邊呢，如果你知道喺呢段嘅環境裏邊呢，我哋面對緊一啲乜嘢嘅時候呢，你知道㗎呢啲係乜嘢嘅工作？你都分得清楚呢一啲係邊一個嘅作為喺背後搞埋啲小動作，然之後要攔咗神嘅子民要去聽神嘅話語。然之後我喺上個主日喺萬利蒙嘅時候呢，我同你講，我講到一半，我已經冇食嘢好多日，所以我係絕對唔會因為食咗 KFC 食一罩雞發熱氣，然之後病嘅喉嚨痛嘅，我係絕對冇唔舒服。喺講到一半嘅時候呢，我直頭失聲啊，冇咗聲啊，係個聲已經係沙晒，但係都要堅持繼續去講落去，因為我知道，因為惡者好懼怕，讓神嘅子民知道天國嘅權柄，究竟而家我哋有嘅權柄係有幾大嘅嗰個能力。當我哋知道咗拆穿咗佢嘅詭計嘅時候呢，佢就冇辦法可以好自由嘅喺你嘅生命裏邊做埋啲小動作，要嚟到去攻擊。攻擊唔會話冇，但係你知道你要點樣樣去回應，點樣樣去反應翻呢一種屬靈裏邊嘅一個攻擊。我係突然間冇聲，所以當我嚟到母堂嘅時候呢，你就知道我嘅聲音非常之性感啦，就真係沙晒嘅。係完全沙晒，咁我都祈禱主啊，你使到你嘅道咧可以成功嘅嚟到分享開去，直到翻到屋企啦，開始嘅聲慢慢越嚟越沙，越嚟冇聲。星期一朝早起身嘅時候咧，我係直頭講唔到嘢咗，直頭失晒聲，係完全冇聲，係講唔到嘢，拜兒一樣冇聲。
咁醫生講啲乜嘢呢？醫生就講你嘅喉嚨同埋嗰個聲帶嗰度呢，發炎都好重下。快則即係你有食藥食 antibiotic 或者你食消炎藥，快則1個星期你先正會恢復翻你把聲，慢則可能要2個禮拜你先正可以恢復翻。但係呢，星期3係咩日子你知冇？通宵祈禱會。所以仇敵嘅工作想要做啲咩呢？佢直頭要攞走你把聲，讓上帝嘅話語喺主日裏邊呢冇辦法成功嘅，可以嚟到去傳遞出嚟，同埋嗰個通宵嗰個禱告會冇辦法可以嚟到去爭戰嘅，去打仗或者去祈禱嘅，因為冇聲。所以喺嗰個階段，我直到拜3呢要嚟禱告會嘅時候啊，我都係冇聲。佢唔會話完全講唔到嘢，但係呢正常講嘢係講唔到嘅，冇話大祈禱啊！你正常講嘢你係講唔到嘅。但係我知道上帝嘅權柄、上帝嘅能力呢係比我哋呢啲嘅挑戰係仲大嘅，所以帶住呢個信心嚟到嗰個祈禱會，咁就一味喺靈裏邊祈禱嘅，喺靈裏邊祈禱宣告。當然喺屋企都係咁爭戰，係咁祈禱，係咁爭戰，係咁祈禱，係咁宣告。上帝，我要為你做見證，我要喺嗰個嘅禱告會裏邊啊，我就要為你做見證，我就要見證你點樣突然間醫治翻我把聲，恢復翻我把聲。結果喺嗰場嘅第一場嘅敬拜讚美要完結嘅時候呢，通常我哋會去禱告咗啲挑旺嘅工作。所以當我攞起個麥嘅時候呢，上帝好奇妙㗎，佢嘅能力真係覆蓋喺我嘅身上，我突然間嘅聲音被恢復翻，我可以好大聲嘅用方言祈禱，從一個講唔到嘢嘅一種嘅方式，但係上帝嚟到使到我經歷嗰個嘅恢復，經歷嗰個醫治，係因為上帝嗰個能力。所以我喺呢度，我要將一切嘅榮耀都歸於我嘅上帝，因為佢係信實嘅上帝。同樣喺你嘅生命裏邊呢，有可能有一啲嘢你係而家面對啊，你覺得好辛苦，你覺得好挑戰，但係今日神嘅話語要俾你知道，你嗰啲挑戰對神嚟講冇乜嘢㗎，但係對我嚟講好艱難，好似一個過程咁樣。但係今日如果你靠住神嗰種嘅權柄，你靠住神嗰個能力，你有信心嘅時候呢，有好多嘢其實你係可以跨越嘅。所以我相信喺今天呢個嘅分享裏邊啊，讓上帝重新去建立翻我哋呢個信心，喺上帝嘅裏邊攞起去俾我哋嘅權柄。今日我哋繼續要認識關乎呢個天國嘅權柄究竟係啲乜嘢。咁我哋讀呢2節嘅經文。上個星期我完全讀唔到，但係今個星期我可以好大聲讀出嚟。嚟，我哋一齊18節嚇，嚟1、2、3。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係嘅，主，我哋多謝你。主，我哋為着我哋當中所有嘅弟兄姊妹嚟到禱告，願你嘅話語喺今天下晝裏邊釋放上帝你嘅話語，嚟到教導佢哋關乎呢個天國嘅權柄，一個權能喺佢哋嘅生命裏邊。尤其是一直以嚟響佢嗰個問題裏邊兜兜轉轉解決唔到嘅一啲事情，但今日上帝你要向佢哋嘅生命嚟到說話，教導佢哋，幫助佢哋喺佢哋兜兜轉轉嘅事情裏邊，當佢哋攞起神你嘅權柄嚟到捆綁一啲嘅事情嘅時候，在天上都要為佢哋嚟到捆綁；當佢哋喺地上嚟到釋放上帝你嘅作為嘅時候，你喺天上都要同佢哋同工嚟到釋放上帝你嘅作為。主，我哋多謝你聽我哋嘅禱告，奉耶穌基督得勝嘅名禱告，Amen。嗱，上個星期我哋講到啲乜嘢呢？天國嘅權柄。當我哋有呢個天國嘅權柄嘅時候，預表啲乜嘢呢？係神俾我哋一種嘅天國嘅屬靈嘅授權，
就好似今日我簽一份授權書俾你，我去授權你代表我去做一啲嘅事情，一個嘅授權書。嗱，耶穌同樣去將佢嘅嗰個權柄嚟到交託咗俾每一個信徒。今日你就授權，你領受耶穌基督嘅嗰個合法嘅授權，喺你嘅生命裏邊咧去做佢要你做嘅嘢。所以嗱，呢個就係我哋稱為屬靈嘅一種嘅授權喺你裏邊。耶穌已經授權咗你啊！但係如果你唔知道你被授權合法嘅地位、合法嘅權力可以做呢樣嘢嘅時候呢，你就唔知道原來我而家身上擁有嗰個屬靈嘅權柄係咁大嘅。所以點解耶穌喺呢2個星期裏邊咧，神真係要我哋知道，我哋其實生命裏邊擁有嗰個天國嘅權柄嘅能力係大嘅，同埋佢要俾你知道，無論你嘅生命係點樣，你已經被授權，有嗰個屬靈嘅授權，可以代表神喺地上去做一啲嘢。我哋稱佢為屬靈嘅授權，好似而家耶穌簽咗個授權書俾你，你可以喺地上去執行佢嘅一啲嘅事情。第二呢，我哋講到天國係神賜俾我哋一種嘅屬靈嘅武器，而呢種嘅武器呢，就好似經文同我哋講嘅，陰間嘅權柄唔可以勝過佢，即係陰間係代表一切嘅黑暗嘅勢力，黑暗嘅勢力唔可以勝過上帝今日俾你嘅嗰種嘅能力啊！所以上帝俾我哋呢種嘅權柄呢，係使到我哋有嗰個武器，可以嚟到去打擊惡者一切嘅困鎖啦、捆綁啦，同埋有陣時我哋喺個環境裏邊，我哋覺得好似一直被擄嘅。剛才嘅感動，即係剛才嘅禱告感動，就係呢：喺我哋當中有一啲人一直面對嗰個困境，我哋好似被捆住、捆綁住，我哋稱佢為被擄嘅。但係今日你有耶穌基督嘅權柄，你係可以得釋放嘅，你係可以得釋放嘅。所以呢個係耶穌賜俾我哋一個嘅屬靈嘅權柄。嗱，但係今日當你有屬靈嘅權柄，你擁有呢個屬靈嘅武器嘅時候呢，佢唔係一份嘅寶物。寶物係咩意思呢？好似家傳之寶咁樣，家傳之寶或者寶物呢，係攞嚟收藏嘅，收住靚靚嘅。但係耶穌賜俾你嘅呢個授權，耶穌賜俾你嘅呢個屬靈嘅武器呢，佢唔係叫你做一個嘅收藏家，佢係要你成為一個禱告嘅勇士，攞起佢俾你嘅權柄呢嚟到去打仗嘅。所以今日你擁有神俾你嘅武器，記得我哋唔係收藏家，我哋係上帝要使用我哋嘅一個禱告嘅勇士，喺呢個世代裏邊呢，代表佢嚟到去執行天國嘅事情。今日要講第3樣嘢，教會係屬靈嘅執法官。教會就係我哋每一個人有咗神嘅授權，有咗耶穌基督嘅授權，我哋有咗耶穌賜俾我哋呢個屬靈嘅嗰個武器。而家第3樣嘢就係，今日我哋大家都係嗰個屬靈嘅執法官。即係我哋而家帶住上帝俾我哋嘅武器呢，嚟到去做上帝要我哋去做嘅嘢。嗱，我哋睇呢段嘅經文喺19節，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天國嘅鑰匙係乜嘢？鑰匙即係鎖匙。今日上帝賜俾你嗰個權柄嗰個能力呢，就好似一支鎖匙咁樣。呢支鎖匙係代表一個嘅權柄，呢個嘅權柄呢係你可以執行嘅。點樣執行呢？如果你有呢抽鎖匙嘅話，你可以有權力嚟到開門，你亦都有權力去閂門。呢個係你嘅權力，神俾你嘅嗰份嘅權柄。所以上帝俾我哋呢個天國嘅鑰匙呢，就係去俾我哋有一份嘅權柄。如果我哋要開啟一啲嘢，即係我哋允許一啲嘢，佢就可以。如果我哋禁止一啲嘢，嗱，嗰樣嘢就唔可以入嚟。我哋擁有呢個鎖匙，呢個嘅權柄嗰個能力。嗱，所以教會係嗰個神設立嘅屬靈嘅嗰個嘅執法官啊。今日我哋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我哋擁有嗰個權柄。
我哋亦都係奉主嘅名去執行呢個天國嘅旨意，即係神嘅旨意係啲乜嘢，同埋我哋做嘅嘢呢，嗰個執法官呢係要捍衛真理嘅。嗱，當有唔啱嘅教導嚟到嘅時候，當有一啲黑暗勢力要嚟攻擊弟兄姊妹，要嚟攻擊教會嘅時候，你要唔要企起嚟捍衛佢呢？你要企起嚟捍衛佢，你就要攞起上帝賜俾你嘅權柄嚟到去斥責佢離開。呢個就係我哋企響一齊，同心合意嚟到捍衛上帝嘅家，即係保護上帝嘅家嘅一個角色，就係嗰個禱告嘅勇士。所以你唔係收藏家，你係嗰個勇士，你就要企喺神嘅裏邊，同神企喺同一陣線嚟到去抵擋一切唔可以入嚟嘅，唔可以破壞嘅嘢，唔可以。你要守護神嘅家，同埋呢，你嗰個權柄，你嗰支鎖匙呢，可以抵擋一切所有黑暗嗰個勢力。所以屬靈嘅執法官呢，就好似揸鎖匙嘅鎖匙人，你俾佢入嚟，佢就可以入嚟；你唔俾佢入嚟，佢係入唔到嚟嘅。你有呢個權柄，所以係關乎你嘅你嗰支鎖匙呢，係開啟同埋關閉嗰個能力。如果你宣佈禁止，你 say no 唔可以，佢就入唔到嚟。你 say yes 可以，佢就可以入嚟。你有呢個嘅權柄喺你嘅生命裏邊。嗱，同埋當我哋使用上帝賜俾我哋呢個天國嘅權柄呢，我哋喺我哋嘅禱告裏邊啊，我哋點樣運用呢樣嘢？即係今日當你喺地上禱告，即係喺你嘅禱告嘅生命裏邊啊，你祈禱嘅時候呢，你喺地上其實係釋放緊上帝嘅一個工作。當好似頭先我哋讀到嘅經文嘅嗱，如果你奉主嘅名，你去捆綁一啲事情嘅時候，唔啱嘅嘢，一啲攻擊或者一啲打壓，一啲唔係上帝嘅心意一啲嘅事情嘅時候，你去捆綁佢，然之後你可以奉主嘅名去釋放佢。你喺地上嘅一個嘅禱告，一個憑信心嘅禱告呢，你其實喺地上釋放緊上帝嗰個工作。當你一祈禱，你奉耶穌基督嘅名，你祈禱嘅時候，呢個屬靈嘅領域呢，開始嚟到有一個轉變，開始有一個轉變，就係你攞起權柄嚟到祈禱，就係你扮演嗰個屬靈嘅執法官嚟到執法，嚟到去祈禱。同埋當你祈禱嘅時候呢，天上要與你同工。好似你喺地上你祈禱，我要捆綁撒旦魔鬼嘅作為，我要捆綁撒旦魔鬼嘅攻擊，我要捆綁撒旦魔鬼喺我嘅工作、我嘅生命打壓我嘅嘢，喺天上都要同你一齊同工，幫你捆綁嗰個惡者嘅工作。所以如果喺你嘅個人嘅生命裏邊，喺你嘅工作裏邊一直都突破唔到嘅嘢，捆綁佢啊！神咪俾咗你權柄捆綁佢，然之後你捆綁完之後你要做啲乜嘢呢？釋放嘅工作。釋放啲乜嘢呢？上帝俾咗我哋，上帝嘅心意呢，唔係打壓我哋嘅。上帝嘅心意唔係打壓我哋，要我哋嘅生命過得好苦、好辛苦。嗰個係仇敵嘅作為，仇敵嘅欺騙。所以記得仇敵嘅作為，佢經常做乜嘢冇？偷竊、殺害、毀壞。所以經常佢會做嘅嘢呢，就係喺你嘅家庭裏邊，喺你個人嘅生命裏邊，佢經常都係用翻呢三招：偷竊、殺害、毀壞。所以你要捆綁嘅嘢係啲乜嘢？你要捆綁嗰啲仇敵啊，喺你嘅屋企、喺你嘅工作、喺你嘅生意、喺你生命裏邊偷竊、殺害、毀壞嘅一啲嘅作為，背後嗰啲衰嘢，你要奉耶穌基督名，我要捆綁惡者嘅作為。然之後你要釋放啲乜嘢呢？惡者偷走咗你啲乜嘢？可能對你嚟講，你屋企嘅平安；對你嚟講，你嘅健康；對你嚟講，我一直欠債、財富；對你嚟講，惡者一直攻擊你啲乜嘢？所以當你釋放嘅時候，你祈禱，你釋放啲乜嘢呢？釋放上帝嘅祝福。攞翻嚟，意思係耶穌，我奉你嘅名，我祈禱，我而家要制止，我捆綁嘅意思，我要制止呢個魔鬼嘅作為。佢唔可以再喺我嘅
身上、我嘅工作、我嘅經濟、我嘅生意、我嘅家人嘅身上去做啲乜嘢破壞嘅工作，破壞我同家人嘅關係，破壞我嘅工作冇辦法有提升嘅，一味好勤力做，但係呢好似冇機會嘅，一直冇機會嘅，捆綁佢，捆綁仇敵嘅工作，然之後你要釋放啲乜嘢？上帝佢係一個豐盛嘅神，佢係一個祝福嘅神。你要宣告神啊，我要釋放上帝你嘅豐盛，釋放上帝你嘅祝福喺我嘅家庭、我嘅生命，釋放上帝你嘅作為，釋放上帝你嘅工作喺我嘅身上。所以你關閉，即係講你閂門嘅時候，你一定要喺你嘅生命裏邊，你要閂咗仇敵嗰個門去。如果唔係呢，你嘅生命裏邊呢，你會發覺點解嗰個問題啊，一直係咁樣轉嚟轉去，都好似冇改變過，令到你開始懷疑質疑。我信咗耶穌，我有祈禱，但係點解有啲嘢仲係冇改變嘅？有唔有喺你嘅祈禱裏邊特別嘅去捆綁某一啲事情？你要知道嗰隻係咩嚟嘅？特別捆綁嗰樣嘢，就好似呢度講嘅，我哋家庭面對嗰個混亂嘅時候，曾經響應該舊年佢哋有啲弟兄姊妹上 E1 嘅時候啊，上 E1 嘅時候呢，佢哋分享到見證，即係兩公婆唔知做乜嘢哦，日日都鬧交喎。日日都你睇我唔順眼，我睇你唔順眼，總之我唔知做乜嘢呢，就係鬧交啦。你知唔知有嘅時候，仇敵會借着我哋嘅家庭呢嚟到擾亂我哋，然之後去做嗰個破壞嘅工作係啲乜嘢？令到你家嘈屋閉，令到你嘅家中冇嗰個平安，佢就喺度偷緊啲嘢啦，就喺度殺害緊你哋嘅關係啊，就喺度做緊呢啲破壞啊，呢啲嘅工作。令到你家庭有啲嘅混亂，一直有一個嘅勢力，好似喺你嘅家庭裏邊圍繞你，一直都好似冇辦法掙斷咗佢。所以你要捆綁，有啲乜嘢係困鎖緊你嘅家庭嘅？你要求神俾你有一個洞察力，去知道喺背後有啲乜嘢嘅事情一直捆綁緊我嘅家庭。嗱，有啲嘢我哋稱佢為世代嘅咒詛。乜嘢叫做世代嘅咒詛？可能唔係響你身上，嗰個世代嘅咒詛可能係你嘅祖先。我唔知你嘅祖先有幾多代，佢曾經做過一啲嘢，因為冇信耶穌嘛，冇認罪悔改，而佢呢個罪啊，一代傳一代嘅咁樣流傳到去我哋嘅身上。但係你聽到呢樣嘢嘅時候，你唔需要驚，覺得哎呀冇得救啊！唔係，當你信耶穌嘅時候呢，呢啲所有我哋稱為一代傳一代嗰啲咒詛呢，耶穌會為你斷開嘅。但係你要知道係乜嘢嚟嘅？比如講，我哋講到呢啲世代性嘅一啲嘅咒詛，一直反覆響你嘅屋企裏邊係咁出現嘅時候，一代好似傳一代，即係講連你嘅兄弟姊妹啊，你上一代都好似面對咁嘅問題嘅。我哋稱佢為世代嘅咒詛、家族嘅咒詛。有啲乜嘢呢？反覆嘅一啲嘅疾病，即係如果某啲嘅疾病呢，有啲兄弟姊妹又有喎，可能自己嘅父母又有嘅喎，再上一代嗰啲又有喎，即係好似呢個嘅遺傳病。嗱，當然我哋知道有基因啦，係咪有基因嘅呢個影響啦？但係有啲嘢係我哋稱佢為家族嘅呢啲嘅咒詛，你係可以奉主嘅名去捆綁呢個嘅咒詛離開嘅，你有權勢。但係個問題係你有唔有執法？你係執法官，但係你有唔有執法？你有唔有去做？好似而家你係一個警察，你係有合法嘅權力，你係嗰個執法者，但係而家你有唔有去捉賊？神俾咗你嗰個權柄，即係政府俾咗你嗰個權柄，你可以去捉賊。你見到唔啱嘅嘢，你去捉佢，放佢坐監。但係個問題係，你有唔有去捉賊？或者你去飲茶？等出糧，等出糧咩意思？
登返天堂？你有唔有做你嘅本分、你嘅崗位？你有唔有喺你嘅家庭裏邊捉老鼠？同埋一啲嘅咒詛咧，就係持續嗰個財務啊，一直欠債嘅，一直面對咁嘅嘢嘅。你幾努力做工，好似有個窿；你幾努力做工，賺幾多錢，儲累，但係嗰個窿就係令到你嘅收入係冇辦法儲得到嘅，留得住嘅。一味有個窿，一味流出去，好似嗰個水桶，一個水桶。如果有窿嘅話呢，佢係裝唔住水嘅。無論你幾努力去開住嗰個 pipe， 係咪一味讓嗰個水流落嚟哦？佢有窿啊，佢一味流出去啊，嗰個祝福一味流出去啊。呢個就係我哋稱為嗰個世代嘅咒詛，一啲嘅破口。如果你冇去捆綁啲破口，你冇堵住嗰啲破口呢，佢仍然喺度。所以有啲嘢我哋真係要特別嘅去祈禱嘅。婚姻嘅破裂，即係兄弟姊妹之間，喂，個個都係咁嘅喎，個個都係婚姻有破裂嘅問題啊！呢個叫做家族嘅咒詛，病啊、心理上啊、精神上啊呢啲，同埋有嘅時候，我哋知道我哋每個弟兄姊妹，我哋每個領袖，大家都好努力去服侍神，去做神嘅工作。但係唔知做咩一啲嘅事工，硬係做唔起喎。有啲嘢要捆綁，因為有破口；有啲嘢要捆綁，讓神嘅事情恢復。然之後喺你個人嘅生命裏邊，你好想踏出嚟，但又唔知做乜嘢，又褪翻去，褪翻落去。你要先捆綁受敵個工作先，然之後你要去釋放上帝嗰個作為喺你嘅生命裏邊，然之後你捆綁咗啦，你閂咗嗰道門，唔俾惡者入嚟。而家你要做啲乜嘢呢？你要開咩門？你要開祝福嘅門。祝福嘅門嘅意思呢，就係俾神而家喺呢個時候呢，喺你嘅生命裏邊去做工。惡者偷咗啲乜嘢？你要向神祈禱，上帝，我奉你嘅名，我宣告撒旦魔鬼喺我嘅家庭、我嘅工作、我嘅生意、我嘅經濟上、我嘅健康上，佢偷竊、殺害、毀壞咗啲乜嘢嘅？我奉主嘅名，我宣告上帝，你要祝福喺我嘅家庭，好似一個償還、一個償還嘅一個意思，俾翻你冇咗嘅嘢，求上帝打開嗰個祝福嗰道門。呢個屬靈嘅門戶要被開啟，呢個豐盛重新要入翻嚟你嘅家庭，入翻嚟你嘅生命裏邊，咁樣你嘅生命你會見到嗰個改變，你會見到嗰個改變。但係有啲嘢你冇執法啦，你冇捉佢啊，好似我哋講捉老鼠咁樣啊。如果你發現你屋企有老鼠竇，你發現咗，你知道屋企有個竇響呢個地方，我捉晒嗰啲老鼠，好成功，我捉晒啲老鼠。但係如果你冇守住你個屋企嗰個清潔，個老鼠會唔會翻嚟？一樣會翻嚟。同樣今日我哋嘅生命，雖然有好多時候上帝做佢嘅工作，但係如果我哋自己冇守我哋嘅生命，會唔會俾同樣嘅事情纏繞我哋呢？會。所以執法係幾時？執一次，然之後等耶穌基督再嚟啊！係要時常啊一個警醒。警醒嘅意思就係呢：你知道你係有呢抽鎖匙。你點樣警醒呢？就係話你知道有惡嚟啦，即係你知道話有危險啦，有老鼠想要入嚟啦。你嘅工作就係咧閂門，唔好俾佢嚟。你嘅工作，但係你又唔有執法。你攞住鎖匙做乜嘢？天堂嘅門唔使你開嘅，耶穌為你開咗啊！你攞住鎖匙做乜嘢？你有唔有執法？所以有好多嘢，我哋察覺
無論幾多年，我哋都好似面對同樣嘅嘢，都冇解決過。原來有啲嘢我哋冇特別㗎嚟到去捆綁佢，然之後釋放上帝嗰個作為。當你咁樣做嘅時候，話你會發覺到神嘅工作好快啊，去幫你翻轉晒所有嘅嘢。當我哋而家知道嗱，我哋擁有屬靈嗰個授權，我哋擁有屬靈嗰個武器，我哋亦都知道我哋係嗰個屬靈嘅執法官。唔好忘記嗰個魔鬼同樣都喺地上想要攔咗你執法嘅，想要攔咗你嘅復興，想要攔咗你嘅突破，想要攔咗你生命裏邊嘅一種嘅恢復。嗱，咁我哋睇下究竟呢個仇敵去用乜嘢方式嚟到去攔咗你啊？第一樣嘢，屬靈嘅冷淡。當我哋嘅靈性開始懶散嘅時候，我哋唔警醒啊！我哋嘅靈性開始懶散、冷淡、沉睡、唔敏鋭。唔敏鋭，仇敵其實嗰個老鼠已經喺門口啊！你仲唔察覺有老鼠？唔敏鋭，同埋呢，你冇行動。你知道有老鼠，你睇到有老鼠，你聞到老鼠嘅屎嘅味啊！但係你冇行動，你由得佢嗰種嘅冷淡，你唔會想要有啲乜嘢改變啊！喺你嘅生命裏邊，但係今日你知道你係嗰個執法官。所以每一場嘅祈禱會就係一班嘅執法官嚟到響神嘅面前呢，一齊去做祈禱嘅，就係堵住呢啲嘅老鼠，堵住呢啲魔鬼，唔可以入到嚟教會或者弟兄姊妹嘅生命裏邊去做任何嘅攻擊嘅一個工作，係一齊去做呢樣嘢嘅。當你衝破咗呢樣嘢嘅時候呢，你會發覺上帝開始恢復你㗎，神真係開始恢復你。嗱，一個屬靈嘅執法官呢，佢要係一個敏鋭聖靈工作嘅人。點樣講敏鋭聖靈工作嘅人呢？就好似頭先我哋講嘅，有老鼠嚟。嗱，如果你嘅鼻哥唔靈敏啊，即係講即係老鼠屎臭嘅，老鼠嘅尿都係壓嘅，佢唔會喺你面前嗰度望住等你。佢唔會，佢會偷偷嚟，唔察覺，你唔察覺佢就嚟。但係佢有啲蹤跡嘅。如果你嘅屬靈冇嗰個敏鋭度嘅時候啊，屬靈唔敏鋭啊，你其實唔察覺佢其實喺呢度生活緊。你聞唔到佢嘅老鼠屎，你聞唔到佢嘅老鼠尿，你唔察覺佢嘅蹤跡。我哋講呢啲就係因為我哋屬靈冷淡。我哋冇辦法有嗰個屬靈嘅敏鋭，冇嗰個 sense， 冇嗰個洞察力，去知道呢個嘅老鼠一直想要入我嘅門口，要去偷我嘅嘢，破壞我嘅嘢，拆毀我嘅嘢，冇呢種屬靈嘅一個洞察力。所以一個執法者，你一定要有嗰個敏鋭啊！你先知道你點樣打呢場仗，同埋一個屬靈嘅執法官，佢需要係一位敬畏神嘅人啊。點解佢需要係一個敬畏神嘅人呢？因為佢會按着神嘅心意嚟到執法，佢會按着上帝嗰個真理嚟到去釋放上帝嘅工作，唔係你自己嘅心意嚟到去釋放你自己想要嘅工作喺教會，喺你嘅家庭，而係你會靠着上帝嗰個話語，用佢嘅方式嚟到去執法喺你嘅生活上。所以一個執法官佢需要係敬畏神嘅人，佢需要敬畏神。嗱，喺我哋通宵祈禱會裏邊啊，上帝真係特別嘅嚟到提醒呢樣嘢，佢特別要我哋為呢啲事情嚟到去認罪嘅。如果今日我哋每一個人冇嚟到去為某一啲嘅事情去捆綁翻呢啲嘅事情呢，無論幾多年，呢啲嘅破口仍然向呢一度。嗰個經文係啲乜嘢呢？喺箴言書第6章16到19節。咁呢個和合本，咁我哋睇容易明白啲嘅版本，叫做現代中文譯本。呢段經文裏邊呢，講到
上帝好嬲7件事，有7樣嘢，但係呢7樣嘢我哋覺得好基本嘅嘢。講壞話，有陣時人都會講壞話啦，係咪？呢7樣嘢係神最嬲啊！佢唔允許喺教會裏邊發生，因為當我哋喺教會裏邊嚟到做呢7樣嘢嘅時候呢，就形成一個破口，破壞咗上帝嗰個家嗰個合一。所以特別喺嗰天晚上唔係晚上咯，係早上，係最尾一場，特別提醒有7樣嘢上帝好憎嘅。今日我就唔會講晒呢7樣嘢，因為響下2個星期我哋萬里蒙直堂嘅禱告會嘅時候呢，我會一樣一樣嘅解釋俾你聽。呢啲係咩嚟嘅？嗱，傲慢嘅眼睛呢，其實好容易明白，講你驕傲、高傲、撒謊唔使講啦，講大話啦。可能你覺得我都冇殺人，當你講一啲唔係真實嘅嘢嘅時候，喺人哋背後傳播一啲嘢嘅時候，你等於殺人一樣。所以教會係屬靈嘅地方，小組亦都係屬靈嘅地方，唔係俾你講壞話，唔係俾你散播謠言嘅一個地方。如果你要講壞話、散播謠言、講好多唔聽使嘅嘢，嗰啲茶鋪就係比較適合嘅地方啦，係咪？你認同冇？係咪？嗰啲茶鋪係咪比較適合呢啲地方？你成日去飲茶嘅時候都見到佢哋喺度講乜都講啊，講經濟又講啦，講乜都講啊。但係教會唔係一個咁嘅地方，你嘅小組聚會都唔係一個咁嘅地方。呢個係屬靈嘅地方，就應該講乜嘢呢？神嘅話語，唔應該講嘅嘢就唔好講，唔識講都冇講，但係冇破壞咗上帝嗰個合一。所以上帝有7樣嘢好憎，但係呢7樣嘢係我哋好容易會中招嘅。所以神特別提醒啊，真係要好認真嘅為呢7樣嘢去認罪祈禱。無論嗰個人係咪你，可能之前好多年前，總之如果嗰個破口冇被堵住，嗰個捆綁啊冇被堵住啊，佢仍然響度㗎，咁多年都響呢度，所以真係影響神嘅工作。所以大家真係盼望大家喺隔2個星期嘅禱告會，好唔好？我哋大家同心嚟，真係嘅同心嚟嗰個祈禱會。有啲嘢我哋真係要捆綁嗰個仇敵嘅作為。嗱，點解我哋講我哋要認罪祈禱啊？當我哋認罪祈禱嘅時候呢，上帝講，耶穌講佢係我哋嘅中保啊！中保咩意思？中保就係好似佢係我哋嘅辯護者、辯護人，佢係我個律師。嗱，而家嗰個魔鬼要喺天上喺上帝嘅面前告我，你睇佢做咁嘅嘢唔配，權柄唔配，乜嘢都唔配，唔配服侍你。耶穌做嗰個中保嘅角色係啲乜嘢？我嘅寶血已經赦免咗佢，因為佢已經向我認罪悔改，我稱佢冇罪。當耶穌稱你冇罪嘅時候，天上嘅法庭嘅嗰個審判講你冇罪嘅時候，意思係 case close， 魔鬼唔可以再挖翻嚟講。但係魔鬼又會呃你嘅，你睇下你有幾好？所以當你認罪悔改嘅時候呢，上帝講佢唔再紀念你，就係唔再紀念你。呢個係真理，魔鬼都係歪理，係大話嚟嘅。呢個我跳一跳。第二，撒旦魔鬼用咩方式攔咗你？佢會製造身份嘅懷疑，讓你懷疑你自己嘅權柄。哎呀，我呢啲冇乜嚟教會嘅，唔知有唔有權柄呢？我呢啲都冇服侍神嘅，即係冇平時都冇服侍啊，唔知有唔有權柄？我呢啲冇乜祈禱，冇乜
讀經，即係讀經都唔明白佢講啲乜嘢嘅。哎呀，我應該冇權柄㗎啦。哎呀，我信咗耶穌冇幾耐，我應該冇乜權柄。我同你講，呢啲全部都係謊言。魔鬼會用呢啲謊言令到你半信半疑，好似有又好似冇，好似有又好似冇。但係神嘅話語同你講，你有。你信主嗰一刻開始你就有權柄，但係魔鬼就呃你，你冇權柄嘅。呢個就係魔鬼去用佢嘅大話，用佢嘅謊言同你講，令到你對你自己嘅身份同埋你嘅權柄會產生嗰個懷疑。呢個唔係從神嚟嘅。嗱，魔鬼其實佢係 scammer 嚟嘅。scammer 中文字叫咩啊？諗唔起啊！騙子啊，詐騙者啊，scam 啊！你知咩叫 scam 啊？冇？而家嗰啲網上啊、電話啊，或者係網絡上㗎 Facebook 㗎攞人家戶口㗎詐騙啊 scam 啊，魔鬼就好似 scam 一樣。點解我咁講佢呢？佢其實係知啲唔知啲，佢知你一啲嘢，但係佢唔完全知道晒你嘅嘢，因為其實你嘅生命、你嘅將來、你嘅天日呢，所有嘅計劃呢，神係有嘅，佢已經有晒計劃，有晒嗰個藍圖 blueprint， 佢有晒，但係魔鬼冇。咁曾經好多年前呢，我收過一個電話，咁個電話呢，佢就講佢係什麼 Bukit Aman 嗰個 Inspector Michael 打俾我嘅，佢同我講，佢懷疑我洗黑錢，所以佢要喺電話嗰度錄口供。佢又知道我啲嘢嘅喎，佢話唔係完全唔知嘅，佢知道我全名，佢知道我登記號碼。佢知道我其中一個戶口，佢讀俾我聽，因為佢要我信啊，佢要我信，覺得佢就係真係嗰個警察，所以讀俾我聽。咁過後呢，佢讀完晒啦，佢就開始想搲一啲料啊！你仲有其他戶口冇？嗰啲戶口呢，攞嚟做乜嘢嘅？收入啊幾多啊之類，佢開始挖料。哇！如果佢知道，佢仲要問我咩？係咪？佢就係唔知道，所以佢開始問我啲問題。咁然之後呢，我就同佢講去讀嗰個戶口。呢個戶口啊唔 active 㗎，我入邊得2溝幾嘅啫。當佢聽到我戶口有咁多鐳嘅時候呢，佢就立刻好快同我講：好啦，如果我有啲乜嘢，我再會打電話俾你，再同你調查噶啦。當佢知道我冇錢嘅時候，戶口得2溝幾，佢都嫌棄我啊！唉，算啦，2溝幾我仲多過你啊，仲要嘥我電話費啊！如果佢真係知道你嘅資料嘅，佢真係知道你嘅嘢嘅，馬達有啲乜嘢係查唔到嘅，佢要知道你嘅嘢容乜易喎？佢有權柄噶嘛，佢有授權噶嘛，佢都唔知我戶口有幾多錢，佢由得我噏啫。所以過後我真係，佢留低個電話俾我，我真係打翻去嗰個警察局，真係 Bukit Aman，然之後我揾 Inspector Michael， 我同你講係真係有呢個人嘅。真係有呢個人，唔係搞笑，人哋都有啲真嘅，你知冇？唔係亂嚟嘅，人哋係做功課㗎。所以我打翻俾佢嘅時候呢，我講：頭先你咪 call 我咯，你講你懷疑我洗黑錢㗎嘛？你問我咩戶口㗎嘛？我講，佢同我講，警察係從來都唔會打電話俾人哋同你錄口供嘅。我有證據，我懷疑你，我就捉你㗎啦，我就已經拉你去警察局錄口供啊，唔會透過電話嚟到同你錄口供。同樣噶，而家一啲嘅事情
有啲嘢唔會通過電話嚟同你講而家我哋有咩咩咩啊咩咩咩，全部都係 scam 啊，魔鬼一樣。你諗自己知你好多嘢啊，佢唔知，但係佢係呃你。如果我中計，我真係跟住去同佢講話，我呢個有幾多錢，我呢個度做咩，我呢個有幾多錢，佢就慢慢嚟咯，一步步嚟啦。嗱，你而家你將呢筆錢咧轉落呢個戶口去嗱，我點知？如果你信嘅話，同樣啊，魔鬼就係嗰個 scam 啊啦，就係呃你嘅。如果你信嘅時候咧，你就真係墮入佢個網絡裏邊。但係如果你警醒，你唔信嘅時候咧，你用啲乜嘢？神咪俾咗你權柄咩？個權柄你做咩啊？捆綁佢嘅謊言，命令佢離開，佢就要離開。所以神俾你嘅權柄就係咁大噶。同埋喺我預備嘅時候呢，有一樣嘢特別想要講嘅。喺我哋當中有一啲嘢，喺你生命可能係一段日子嘅，你需要捆綁某啲事情，同埋呢，你真係要認真嚟到神嘅面前咧，尋求佢嗰個幫助同埋嗰個醫治嘅。嗰個係乜嘢呢？孤兒嘅靈。嗱，如果你係上 E1 啦，上 E1 嘅時候呢，你又讀到嗰本書，乜嘢叫做孤兒嘅靈？話原來你讀呢本書嘅時候，你會發覺，哇！呢樣嘢好基本喎，似乎信咗主好耐嘅人呢，都好似有呢個嘅孤兒嘅靈啊，一直喺我哋嘅心中呢。咁孤兒嘅靈呢，佢會造成我哋啲乜嘢呢？我哋喺神嘅裏邊，就算我信咗耶穌啊，我有耶穌嘅祝福、保守、平安、喜樂，但係我冇嗰個安全感嘅喎。我喺耶穌嘅裏邊，我會想透過我嘅服侍啦，透過人哋見到我啦，嚟到證明我自己，俾人哋睇到我嘅嗰個存在喎。但係耶穌基督嘅話語係，佢已經愛你，佢愛你，去接受你，去拯救你嘅時候，你服侍咗未？你都未服侍啊！孤兒嘅靈。同埋有陣時候，我哋會妒忌比較，然之後喺背後，因為妒忌比較，產生咗想要挑起一啲嘅紛爭啦。頭先講嗰7樣嘢，開始想要人哋一齊唔中意佢，然之後就喺人哋嘅背後一直講佢壞話，然之後成班人又唔中意佢，有呢種嘅嘢，孤兒嘅靈。如果你一日唔清除佢，你一日唔捆綁佢，你都係仍然面對呢個捆綁啊！所以有啲嘢特別喺我哋母堂裏邊嘅孤兒嘅靈，你真係要祈禱求神捆綁你生命裏邊嗰個孤兒嘅靈，然之後要求神釋放啲乜嘢？釋放兒子嘅心嚟到你嘅面前，係領受耶穌嗰個愛嚟到去醫治你，將你所有嗰啲冇自信心㗎、冇安全感㗎，全部將佢醫治佢。呢個係特別響呢個母堂呢度特別要講嘅一樣嘢。第3樣嘢，惡者做啲乜嘢？恐嚇你。尤其是當你要執行上帝嘅工作、上帝嘅作為嘅時候，佢會用一啲攻擊嚟到去恐嚇你，讓你唔愛再繼續做，佢會嚇你，就好似點樣呢？就好似呢個招牌咁樣。嗱，有啲屋企呢，佢就會掛呢個招牌，內有惡犬請勿靠近。呢個牌呢，就掛喺佢嘅鐵閘門嗰度。分分鐘佢冇養狗嘅，分分鐘佢養嗰隻狗呢，係咁矮咁細隻咁可愛嘅嘢走出嚟，係一啲威脅性都冇。但係嗰個牌我嚟做咩嘅？嚇人，唔係嚇家人啊！嚇人就係嚇你，嚇窒你。等你一睇到個牌嘅時候，冇啦冇啊，冇靠近佢，陣間真係有狗啊，搏唔過，或者係真係撲出嚟咬我啊！真係嚇窒你。嗱，如果當你見到啲街邊嘅狗嘅時候，嗰啲野狗喎，你經過嘅時候，佢吠你。
你又發覺佢吠你嘅時候咧，其實佢又好似褪兩步喎。你知做咩冇？試探你，睇你驚唔驚？你試下行前啊，會咁樣，佢點樣走咯？你試下你然之後你自己走好快，嗰條狗做咩？追你咯！仇敵就係咁樣咯，佢嚇你，佢想俾你知，你嚟，我要攻擊你噶啦，攻擊你健康啊，我攻擊你嘅財富啊，我攻擊你屋企啊，我攻擊你啲嘢噶，你嚟，佢嚇你。但係當你用上帝俾你嗰個權柄去捆綁佢嘅時候，即係嚇翻佢，你監你，奉主耶穌咁樣捆綁你，嗰個狗都唔知走去邊度啊！所以佢會嚇你，嚇到你驚啊！唔敢攻擊佢啊，唔敢捆綁佢，唔敢祈禱啊，驚掉翻轉。哎呀，陣間我中翻攻擊啊，冇啦！陣間本來我已經病病地嘅，哇！陣間病得仲重啊！呢啲邊個嘅作為？仇敵，佢唔想你祈禱，因為你一祈禱佢就要走。佢仲會用啲咩工作呢？佢有陣時去做啲乜嘢屬靈嘅恐嚇呢？恐嚇你呢？佢會透過夢境啊，喺夢裏邊咧，佢俾你發一啲嘅夢，令到你好驚嘅，冇平安嘅嘢。當你發到咁嘅夢嘅時候，你要捆綁嗰個夢，斥責嗰個夢離開，嗰個令到你冇平安嗰種感覺啊！你要斥責佢離開。佢會用環境打壓你，確實佢都用健康嚟到攻擊你，但係你唔需要驚佢嘅。神嘅能力唔係喺你嘅身上咩？你要宣告。所以當你宣告，當你選擇用上帝嘅權柄，你站立嘅時候，你係站立得穩嘅。同埋佢真係好想你停止服侍，所以佢直頭要攞走我個聲。但係當你真係選擇信靠神，你站立嘅時候，佢係冇辦法攻擊你嘅。嗱，一個例子真係近期嘅。咁我哋嚟咗一啲新嘅會友喺我哋嘅當中，你唔認識佢嘅。咁有一次我幫佢祈禱嘅時候呢，我要困鎖佢背後嗰啲黑暗嘅勢力，一直困擾佢。我要捆綁佢背後嘅黑暗勢力。祈禱完啦，散咗會 ，OK。然之後呢，到夜晚要瞓覺嘅時候，喺佢背後操控嗰個靈或者捆綁佢靈，攻擊佢嗰個靈啦。佢入嚟我嘅房間，佢警告我冇多事，佢兇我啊，佢恐嚇我啊，恐嚇你喎，點樣做？哎呀，我好驚啊！咁啊，恐嚇你，你點樣做？我奉耶穌咁樣捆綁你啊，離開啊！我同你講，佢走都係唔似啊！第二次，我又再幫呢個會友祈禱，又係捆綁佢背後呢個黑暗嘅勢力。第二次，佢又嚟探訪我，佢太掛住我。佢一嚟嘅時候，我奉耶穌嘅名，我捆綁你，離開，唔需要嗌嘅，我喺心中祈禱啫。走，佢唔可以嚟攻擊你，但係佢嚟做咩嘢？嚇你，嚇你冇再喺呢一個嘅會友嘅身上，我想要破除佢嘅勢力啊！然之後呢，你知唔知當我哋越受到呢啲恐嚇嘅時候，就越唔甘願。唔甘願做咩嘢？祈禱勁啲，一味祈禱話我哋宣告神啊，你要使到佢即係去。因為屋企仲有啲偶像，有啲嘅攪擾啊，所以我哋破除嗰個勢力。冇幾耐去拆偶像，而家拆咗偶像啦，而家一心歸信神啦。然之後呢，嗰個通宵祈禱會都留到通宵啊，唔係搞笑啊。所以有啲嘢惡者係嚇你，尤其是喺你嘅服侍上，佢想嚇你，叫你冇咁多事。
但係你又係乜嘢？你執法官啊，連你都走喎，邊個執法？連你都驚，邊個執法？你係神特別揀選向呢個世代嘅一個執法官，所以你要為神站立得穩。同埋喺前日星期五晚上，我一眯埋眼，我就意緒不平衡，成個咁樣轉。我喺舊年有過呢個歷史，呢個歷史呢，就係我係成個禮拜返唔到工。我未試過咁緊要，成個天花板轉到哇緊要啊！我諗住我食物中毒啊，因為我一坐起身我就要去嘔啊，完全淨係可以瞓字嘅啫。佢好似呢種嘅攻擊呢，佢好似要廢你武功咁樣啊！嗱，你起唔到身嘛，你咪講唔到道咯。咩啊？天國嘅權柄二啊！佢想做。佢又想重新攞走我聲，但係攞唔到咗嘛，係咪？而家佢就整你暈咯，你起唔到身嘛，你有聲都冇用啊！喺嗰一刻，我眯埋眼嘅時候，我奉耶穌嘅名，我捆綁你，離開我。嗰個暈係立刻離開嘅。我同你講，你有呢個作為，你都有呢個能力啊！但係問題係，你有唔有執法？或者你面對一啲攻擊，其實你都唔察覺嗰啲係攻擊嚟嘅，因為冇嗰個屬靈嘅敏鋭洞察力，所以你唔知道其實你一直以嚟你都係俾佢撳住你打，撳住你壓你打壓你。而家你知係咪？你就要去捆綁佢。咁我哋而家要點樣抵擋啊？彼得前書5章9節，你們要用堅固嘅信心抵擋佢，抵擋魔鬼。堅固嘅信心點樣抵擋呢？抵擋咩意思呢？你站穩你嘅立場，上帝講你係邊個呢？你咪擁有神俾你嘅授權，你咪擁有屬靈嘅武器，你咪去特別揀選你屬靈嘅執法官。你要站穩你嘅立場，我係執法官，我攞起上帝俾我權柄，佢俾我嗰個嘅話語，我要嚟到執法，我要喺地上嗰度宣告，我要捆綁一啲唔啱嘅嘢，一啲嘅攻擊，一啲仇敵嘅作為，我要捆綁佢。神就喺天上為我捆綁。我奉主嘅名，我要釋放上帝嘅作為，上帝嘅祝福臨到我哋嘅地區，臨到喺我嘅個人嘅生命裏邊嘅時候，喺天上都要為你嚟到釋放。所以被擄嘅會得着釋放。你個信心有幾大，就取決於你其實有幾信靠你神嘅話語。我講完2個星期2場道，個重點就係你信唔信你有呢個權柄？講咗咁耐都冇用啊！重點就係你信唔信你都有呢份權柄？你信唔信你一祈禱嘅時候，你奉耶穌基督嘅名，我要捆綁呢啲作為，你就有嗰個能力去捆綁？你信唔信？如果你相信，你就用嗰個信心嚟到去宣告，你會慢慢睇到你嘅家庭裏邊呢，上帝慢慢為你翻轉，你嘅工作、你嘅生意，有好多嘢，上帝慢慢嘅嚟到恢復翻俾你。受敵偷竊、殺害、毀壞嘅嘢，佢要重新恢復翻喺你身上。上個星期我哋睇到一段嘅經文嘅，喺約翰一書4章4節，在你裏邊嘅大過出邊。出邊嘅意思就係好似受敵嘅作為咯，好似魔鬼日日 hold 住你，日日都 hold 住你，想攻擊你，想打壓你，恐嚇你，使到你驚。但係你有邊個？你入邊嘅靈係大過出邊嗰個勢力。你擁有聖靈嗰個能力、嗰個權柄、嗰個工作啊，係大過出邊嗰個魔鬼嘅勢力。就算佢想傷害你啊，佢都冇嗰個勢力可以傷害你。呢個就係神喺你生命裏邊嘅一個保守。你相唔相信你有神嘅呢個保守喺你生命裏邊？所以到最後呢，你有唔有好好使用上帝俾你嘅天國嘅權柄，喺地上榮耀耶穌嘅名？你有唔有去執法？
所以盼望你呢2個星期，你領受咗嘅，你明白咗嘅，你知道咗嘅，你而家你要執法，響你嘅屋企開始捉老鼠，捉走咗，清潔咗，你要守住你嘅屋企嘅門口，前後門啊，守住佢，保持就係執法官執法嘅時候，先正可以保持到。好，讓我哋一齊起立，我哋一齊祈禱。所以在我哋當中有幾多位真係憑信心相信你擁有呢個權柄嘅？請你舉舉手。你有懷疑嘅？如果你懷疑，哎呀，我有唔有呢個權柄呢？你可以出嚟，我為你祈禱。講開2個星期，你都仲要懷疑嘅話，你出嚟，我為你祈禱。所以大家都相信，大家有啊，係咪？有呢個權柄係咪？你仲驚冇？你唔需要驚佢，你有神俾你個權柄。我讓我哋一齊祈禱。主啊，我哋多謝讚美你。主啊，我哋多謝你所賜下呢個權柄，你授權俾我哋。你賜下我哋呢個屬靈嘅武器，讓我哋喺地上成為上帝啊！你天國要使用嘅一班嘅執法官、執法者喺地上。上帝，我哋宣告，主啊，今日我哋攞起你俾我哋嘅兵器，響地上裏邊，主啊，我哋要捆綁一切仇敵嘅作為，一切魔鬼嘅作為喺我哋嘅生命裏邊，曾經去偷竊、殺害、毀壞，無論喺我嘅家庭、我人際關係，我哋同屋企嘅關係，我嘅工作、我嘅生意、我嘅健康，無論仇敵今日偷咗啲乜嘢，我奉主嘅名，我宣告，主啊，被擄嘅要得着釋放。主啊，我哋奉你嘅名要釋放上帝你嘅祝福、你嘅豐盛、你嘅應許、你嘅信實，重新嘅嚟到釋放喺我哋個人嘅生命裏邊。主，我哋多謝你，我哋將一切嘅榮耀歸於你，奉耶穌基督得勝嘅名禱告。阿們，阿們，好，感謝主。嗱，記得啊，下個星期係母親節嚇，媽媽們着靚靚嚟，着靚靚嚟啊！你喺你個衣櫃啊，最靚嗰套 dress 啊，最靚嗰套啊！